咱来三甲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保罗的所写的话，批甲阮讲圣神的轨迹。阮要做伙来学习，要怎样结圣神的轨迹？阮恳求你通过阮人有限的分享，帮助阮了解圣神的工作，也求你的关联行伫阮的中间。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去年9月我去托伦多一间教会叫我去甲因创一个灵修会。阮伫遐咧开讲的时大家拢真学了讲，你牧师做牧师做50年你真正无简单有影无简单啦，我倒转去看是感谢啦，定啦。因咧开讲的时，甲问一个问题，甲问讲牧师，你这50年的中间你的牧会你上界无法度通克服的代志，还是上界巴着你的代志，你敢知影？我毋捌互问这个问题，人甲我问的时，我真正是爱想一下呢。有啦，我头壳底就想啊，倒一间教会，倒一个长老迄个若会使买就好。我迄拢我会记的啦。毋过我知影较差不多咧，即条毋通安尼黑白印我较尾甲因讲我想我做一个牧师，别个牧师我毋知啦。我做一个牧师第一要克服的代志就是我到台仔顶讲的甲我伫台仔骹做的，迄个中间的距离会有影呢。咱顶礼拜咧讲圣神的轨迹，仁爱听。我有讲耶稣会听耶稣听伊学生听到底，为着因洗骹，甲因赦免逐项。总是我当然我的意思是，咱大家都学耶稣啦。我落去到台仔口，我有咧学耶稣的啦，也无你敢若问阮某就知啦事实真正矛盾的我做牧师，我嘛真烦恼一项代志耶稣伫马太第23章第4节，伫批评遐法利赛人讲恁遮的恁遮捡石头互人担，家己连一支砖头也都毋出。意思是你敢若直直叫人大家安怎做安怎，恁家己拢无做。阮做牧师真正爱较细致的呢我捌听一个故事，讲有一个牧师伫台仔顶讲听的道理，讲甲喙烂酒喷。迄牧师娘对后壁出去去举一只行军床摕来甲台仔顶甲放咧讲你讲听讲甲真听来，恁大家就好，你大家你莫落来到厝的拍某拍囝，你怎大家就毋免落来真正一件讽刺的代志呢顶礼拜恁会记得我讲到了我有甲恁讲，我一项无讲到，就是这个。听是无可能的可能性，这毋是我讲的，这是一个美国的神学家讲，顶世纪的神学。我今仔日有创伊的名出来，伫个 PowerPoint 有伊的名出来或者 Reinhold Niebuhr，这个人1971就过身，我来美国迄年伊就过身去真出来，伊讲即句话伊讲听是无可能的可能性。伊是咧用美国的人种的紧张关系伊咧探讨耶稣所教示的讲，就听你的对敌，为着困着你的人祈祷。遐伊咧讲，迄个听是无可能的可能性。咱确定再去倒转来讲这个，咱确定再来讲这伊所咧讲的是听讲是一项代志，实践是另外一项代志。伊讲要实践迄款听是无可能的可能性，无可能的可能性也有可能也有可能，这是真要紧所以咱较顶下再活倒转来讲我伫牧会中间常常拄着种矛盾的代志。我讲2个互恁听，这是趣味讲互恁听。迄阵也是无过来真趣味啦
我拄啊对搬去一间教会，到差不多2礼拜来了。啊，有一暗吼，阮伫食饭的时候，人咧弄门啦，啊，我去开，啊，外口是伫阿伯来北边，外口是零下20几度，啊，一个人徛踮遐吼，啊，规身躯拢冚湿哦，啊，徛喺遐，啊，甲我讲吼，我吼对遮过吼，我无所在通住吼，你毋知会通甲我说法咧？我讲你入来，遮尔寒你入来，无要入去。我甲讲，你敢会当说落去咯？我要安怎？迄阵啊无咧想讲教会有即条有算啊，无这拢毋免想啊啦。这外口遐尔寒，这个人徛伫遐，我讲无问题啦。我甲你敲电话去旅馆哦，你去啦，你去旅馆无我载车载你去。伊毋啦，伊讲伊要家己行。你are you sure？伊讲无要紧，好。佫会摕旅馆的电话号码发呢？我讲，哎哟，哪会安尼？摕旅馆电话，我就好甲敲好吼。了吼，我有敲你的电话去互旅馆。旅馆吼讲 ，OK， 你要订，好，你小奶你的电话我电话互，因佫敲电话转来讲，确实是我，OK， 安尼这不要紧，就伊去住，我继续去算钱。后来吼，阮一2礼拜后，阮伫牧师伫做伙开会时吼，我伫讲即项代志啊。所有的牧师甲我讲，用英语甲我讲 ，You finally met Ed。伊讲你有拄着 Ed 啊吼，即个人原来就是吼，遮个牧师逐个拢互伊误过，逐个拢互伊去住。所以因讲，好 ，You finally met Ed。有一个牧师甲我讲，这是你的新生训练啦。你通过啊？你有拄过伊啊？我去互骗去呢，佫一摆是吼，阮住伫三乐尾，我甲恁讲，阮住迄间牧师馆吼，正倒边是犹太人的会馆，正边是阮的教会，所以我讲吼，我是住伫旧约甲新约的中，迄个所在。我迄条街敢若迄顶做。我一个人驶一辆车来到遐，迄只车偌水咧！迄阵啊，还佫无 minivan， 是咧足大只迄个 van 吼，来甲我弄门，甲我讲伊对遮过，伊无钱通买汽油啦。我讲 ，Hello， 你只车比我会较大只呢，你只车比我会较好呢，你无油哦。我讲是咧吼，我袂当甲你帮衬，这我无甲伊帮衬。这2项代志，一个是我想讲，我出伫痛心做，我去用骗去。这个要爱油，我毋互伊。伊若真正有需要咧，我毋知呢，我真正毋知呢。因为听吼，会实践吼，毋是遐简单啦。我主要是要讲咧，毋是遐尼简单，真歹分别啊。咱读哥林多前书13章吼，仁爱是较宽容，迄个较宽容吼，英语叫做 patient，love is patient。和合本的圣经吼，中文的和合本的旧的圣经写讲，爱是恒久忍耐。我读就即句定定，但想到我这个代志，我想讲，恒久忍耐是要忍耐到什么程度？恒久是偌久？久在人骗或者恒久忍耐是无？这真矛盾的代志呢。我有一个朋友吼，以前是长老教的牧师，伊离开无做牧师，伊去做迄个社会工作的代志吼。伊甲我讲，因伫社会工作内底吼有2款，一款叫 attractive， 你会同情伊啦，伊真正会同情，迄款的你爱甲帮衬啦。一款叫做 chronicle 就是慢性病啦，像拄仔我讲的迄个安尼，一个安尼拢去骗的。伊讲有迄个敢若慢性病，伊讲你要帮衬因的时候，恁就爱去想看，这个是 attractive， 真正需要帮衬，也是这是有的。伊甲我讲有的吼，甲伊讲的故事吼，伊会认得因，伊袂认得伊啦。讲的故事甲头前的拢无共款啦。伊讲即款的吼，
所以这真歹分别啊，真歹啊！咱拄着即落款的，咱要安怎？基督徒的听要安怎实践？恁想讲我要互恁答案？我无答案，我真正无答案。我无迄个公式，讲恁若安尼落就好啊，无即落代志，绝对无。你拄着的是你爱家己判断。啊，我知影，这有讲敢若无讲啊！你吼做牧师遮简单，你无答案，你后袂讲拢会使。事实有影无法度呢，有时无法度。啊，咱为着安尼，咱都无爱做错。咱对各一个方面看，假使你的生活的中间吼，你有即款矛盾的代志，互你的头壳疼，我甲你讲，我甲你恭喜啊！我甲你恭喜，因为这是证明讲，你有将耶稣的教示甲现实的生活，你伫遐想要实行，要安怎实行，这是真宝贝的代志，你知影？上惨的就是一寡基督徒拢毋捌咧想这啦，啊，都啊，一日点安尼过，啊，拢毋捌咧想即个代志。这上危险啊！伫我牧会中间吼，就尤其伫阿伯啦，迄小摊，阮教会伫遐，所有的众修人找我啦。啊，有迄我根本都毋捌咧。总是我做牧师吼，我有一个观念啦，大家拢是上帝的囝儿。即个过生气的人，不管伊过去有伫教会出入也无，是基督徒还毋是我不管。是阮的会友，还毋是我不管，拢总我欢喜家做众生，因为我感觉这是咱应该做的。总是个情啊，我拢会去探家庭，特别是我毋捌拄着的人。啊，我去吼，啊，特别甲伊问看过生期这个人的代志，我众生毋晓会当讲。啊，我若问的是吼，几若摆拢甲我讲吼，你个人讲啊，伊吼生前毋捌去教会啦吼，毋过伊有影拢照耶稣的教示伫生活啦，啊，伊拢有守10条戒啦。兄弟，我咧讲吼，迄人一个人过生去吼，我袂当伫遐甲讲，10条戒内底有一条做着守安息日做圣日了，你现迄条就无守啊。迄我的常识我无遐尼讲啦，我袂讲，我拢点袂讲啥。我要讲的是吼，你若为着你的信仰，甲实际的生活有迄个挣扎的时候，真恭喜啦！上歹就是，哎哟，伊逐礼拜拢啊无捌去礼拜啦，有啦有小10条戒，即款话一点仔意思都无啦，一点仔意思都无。啊，伫咱的生活内底吼，咱坦白讲啦。咱拢有迄落吼，咱挺袂落去迄落人，恁捌拄着迄落无？挺袂落，啊，即个就挺袂落啦，有迄落挺袂落的人。啊，老实讲，咱拢讲我有迄落挺袂落的人，我挺袂落的人，咱毋通袂记得有时啊，咱嘛是互挺袂落，你敢知？咱嘛会呢吼，大家爱较差不多的，有啦，一定有拄着迄款的挺袂落的吼。也是真恶听的，爸母甲囝儿嘛有时会安尼呢。我读初中的时，我相信我是阮老爸听袂落的迄个，我真正相信。啊，咱拢是讲是别人互咱听袂落，咱嘛有时会互听袂落。啊，拄着这听袂落的人要安怎？要安怎用听？今仔日的圣经哦，今仔日的圣经。路加17章，我特别要看第3节甲第4节。第3节甲第4节，我读一遍互恁听吼。你的兄弟还是姊妹若犯罪，就甲伊责备；伊若悔改，就甲伊赦免。若有人一日得罪你7摆拢活倒转来甲你讲我悔改啦，你嘛着甲伊赦免。你听有清楚吼？耶稣讲吼，
你的兄弟姊妹得罪你，你爱甲责备，伊若悔改，伊即个较顶下我再甲你讲，这安尼讲过简单是偌尼困难的代志，恁知无？一日700一日700，7对犹太人来讲是完全数，真济摆的意思啦。700，你嘛着赦免。耶稣叫咱赦免的这显然是迄个真歹赦免的，是咱咧听袂落去的，真好听迄款。伫马太第18章21节，耶稣甲彼得讲：“你赦免700，毋是70个700。70个这摆490摆，你敢着淡遐济咧？赦免100算100，算到490摆，第500届去我都袂赦，491届我都袂赦免，绝对毋是迄个意思啦，绝对毋是迄个意思啦。真恶赦免啦，赦免爱听，赦免一定爱听，对不对？所以这个听有关系啊。耶稣毋是讲叫咱。你一直赦免，是非不分。耶稣绝对毋是这个人，耶稣是真有性格的人呢。伊听人有影，总是伊有原则的。伊爱责备的时，伊嘛是责备啦。伊毋是伫邪恶的面头前，伊无屈服呢。伊毋是叫咱伫遮，伊有甲咱讲赦免的条件，要赦免的条件。头一项，伊就讲，伊若甲你若犯罪，就甲伊责备，就是甲伊讲你倒位毋对啦，你当时捌甲另外人讲你即项做毋对，甲恁某甲翁讲迄无算哦。你的朋友也是教会人，你明明知影即项代志毋对，你正面甲讲，你安尼毋对，你袂使。你知影这偌困难做无？过来伊若悔改，伊要悔改毋悔改，你袂通控制哦，你无通控制哦。你对这真困难的代志呢，要责备人，佮等伊悔改，安尼你会使赦免。好，这已经有够困难啊！这个人一日内底做700。你当伊会调袂？我今仔日的下晡做听的不可能性，就是伫讲这啦。听真正无像咱想的遐简单啦。我毋是要甲恁吓，这是实在的代志。总是后壁佫一个不可能的可能性，伫倒遐？咱来看第5节耶稣讲这话了耶稣讲这个讲，使徒对主讲，求你加添阮的信心。耶稣拄仔甲因讲着赦免人，迄是听的代志哦。换阵你若伫遐，你会甲耶稣讲啥？加添我的听心，敢是？这一定是讲听心嘛。这学生讲，加添阮的信心，你敢无感觉这真奇怪？耶稣毋是拄甲因上一个迄个三位一体论啦，是啥物迄个神学了啊？迄款的需要信心啦。赦免人听，大家讲，互阮较有听心的啦，阮好啦，阮若较有听心，阮就会啦。这有2项，我直接要甲恁分享。头一项我相信耶稣听到学生讲迄个了，伊讲加添阮的心上，耶稣真欢喜，因为过落去迄节我无放伫遮，过落去迄节耶稣随甲因讲信心的代志。伊讲，恁若有亲像挂菜籽遐大的信心。甲即丛酸菜树讲，连滚飞起来，去栽伫海里，迄丛树嘛会复将恁。信心遐细粒，就会当做遮济代志。
要偌大咧，要信心才有才调，做甲一日7摆来甲我回实的，我往哪佫下面哩？无简单的代志，总是我相信耶稣真欢喜，因爱耶稣加添因的信心。这是表示学生对耶稣遮久吼，因看耶稣逐日对待人，因知影伊会安尼疼人哦，毋是出伫勉强的，毋是假的，毋是尽量要去疼人。有时啊，疼袂落，阁要假迄款的疼。因看会出来耶稣的疼，真正是出伫信心。伊对上帝信出来的听，所以我讲耶稣听到这个时候，伊一定真欢喜。这个囡仔吼，知影我在讲啥啦，因知影我在讲啥，真通欢喜的代志呢。过以后彼得伫彼得前书安尼写。甲即个有关系也无，我毋知。毋过伊写安尼，伊伫彼得前书第2章第20、20到23节，伊伫讲耶稣，伊无犯罪，伊的喙嘛无诡诈，伊受勒骂无骂倒转，受虐待嘛无甲人威胁，只有将家己交托迄位公义的审判者。将家己交托公义的审判者，迄是耶稣的信，敢是？彼得看会出来，这个耶稣，伊疼人，毋是出伫勉强，是对伊的内面发出来的物件，因为伊甲上帝的关系自然出来。咱拢听即个道理，定定在听拢在听。这是耶稣，你会记，我是葡萄树，恁是树枝，恁着甲我结连，才会结果子，都是这啦。信就是伫遮啦，甲主结连啦，甲主结连会结果子啦。讲安尼吼。真正，互咱感觉讲，敢有迄落人真正疼迄落疼袂落去，也是真好疼的人，有啦。当然，耶稣一个模范，伊伫十字架顶替家顶是一个人祈祷。现代有哪发生呢？我吼遐有一个第2个 PowerPoint 吼。这个吼，这是我对迄个website 摕落来吼，是《Washington Post》华盛顿邮报，华盛顿邮报甲《New York Times》吼，伫美国是足有分量的新闻。这个报纸，这个报社是头一个报道迄个 Nixon 的水门事件，就是伫这个开始，所以伊是足有分量的。这是因伫2015年几月，我目睭看袂清楚。反正这个以前我要甲恁讲这个故事啦吼。伫2015年6月17拜三，伫 South Carolina 美国东边吼 ，South Carolina 一个城市叫做 Charleston。有一间教会吼，迄暗嘛有一间教会伫，伊的英语名叫做 Emmanuel African Methodist Church， 所以是拢是黑人的教会。迄暗嘛有个查经班啦，有一寡人去遐查经。有一个白人的囡仔吼，伊的名伫遐叫做 Leland Roof， 这个吼。这个白人囡仔21岁，迄阵21岁，伊入来参加啦。这个教会人哦，看到一个少年囡仔要入来参加迄个查经班哦，大家拢足欢喜啊，
甲方言哦，甲叫伊坐啊，甲方言。啊，过无偌久啊，即个囡仔吼，也请出来，现场拍死9个人。啊，当然这是大代志，当然这是大代志。啊，即个囡仔当然尾后互人抓着。啊，我有小可读，尾后判2摆死刑啦，一摆就到遐，总是尾后毋知佫安怎，即摆是无期徒刑啦。即个代志发生了吼，伫出庭的时吼，当然因无见面啦，是通过迄个什么啦视讯吼。啊，因无面对面，总是遐个家族拢伫遐，啊有看到伊，在讲即个代志吼。啊，即中间吼，有过来有我即个文章内底有差不多4、5个，恁若有趣味吼，我会当将即个 link 放到我叫小丽放到族群恁去看。有过来的人伫遐讲，因的亲人拢去互伊拍死的。一个囡仔，伊讲吼，伊互警察抓着了，伊讲吼，伊是安怎做这样代志？这人伊拢毋捌的，伊毋爱唬人。佫一项，伊讲伊的动机就是吼，望安尼落到地吼，看会唬人会起暴动，啊会美国会发起一个人种的战争安尼啦。所以是足歹心的啦，就是要做这样代志。有一个叫做 Anthony Thompson， 伊的太太 Myra Thompson 互伊拍死。伊安尼甲即个囡仔讲。跟他来路讲，伊讲吼，我要赦免你，阮全家也拢要赦免你，总是阮望你会悔改认罪，将你的性命献给基督，只有伊会当改变你。无论你将来会安怎，意思是你将来会用判死刑，还是用判什么刑，毋知会安怎啦。You will be okay。这是一个丈夫，佫一个是一个查某囝，伊的老母叫人拍死。伊讲：我赦免你，你抢夺我生命中我最爱的人，我无法度通佫甲伊讲话，无法度通甲伊抱。你伤害我。你伤害足侪人，总是我要赦免你，因为上帝会赦免你。因为这是2015发生的代志。听，我拄仔讲真困难 ，impossible， 有可能。我知影，这个可能，这款的可能吼。我无望咱大家会拄着，啊，可能咱也袂拄着啦。求上帝，互咱无拄着像这个人安尼。总是这个人，你要讲遐赦免的话吼，有一项我相信，因心肝一前足疼的。你知影台湾话足好的一句话，疼，甲心肝的疼发音同款的。恁捌想者无？这足有意思呢。你要疼一个人，我顶礼拜有讲，你要疼爱付出，付出一定会疼啦。付出一定，无论啥物付出拢会疼啦。这是台湾话真趣味的所在呢。疼，咱新约的圣经哦，最近拢有迄个疼，拢换做迄个疼吼。我感觉迄个袂歹啦。咱普通的只是爱的吼，咱只是爱的吼，来。若要爱啥，我要爱食啥，就毋只是爱就好啦。疼吼，用迄是疼真好，迄疼真正会疼咧，疼痛，会痛，或者疼痛，这是台湾话真深的所在呢。我拄仔讲，疼真困难啦。
impossible， 总是 100% possible。迄个 possible 是啥？迄个 possible 是咱甲上帝的关系，咱的信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我要用问一个问题做这个讲道的结论吼，真歹势安尼问啦吼。我这嘛是我甲你问我家己的问题啦。当我袂当赦免一个人，袂当听一个人的时，是毋是迄证明我的信仰还无够？咱来三个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对圣经的教示、三甲思考听的实践是偌尼困难。阮知影靠阮家己，阮无法度。阮知影这是圣神的规矩。阮恳求你，互阮伫阮的生活内面会显出圣神的规矩，帮助阮。增加阮的信心，互阮甲你结连。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